各位同學歡迎嚟到傻屎人自由，唔講咁多，我立即開始講一講喺 DSE MC 入面會見到嘅 area and ratio 有啲咩方法可以應對。即係 DSE 一種好常見嘅題型咧，就係問平行線上面嘅形狀面積比例嘅。咁假設見到啲題型，我哋知道平行線上面嘅呢啲乜圖形，佢哋嘅高係一樣，因此佢哋面積比例實際上就等於底嘅比例咧。呢個三角形我係好果斷咁寫出嚟嘅3K 啦。然之後呢一個梯形咧，上底加下底6，咁所以呢個就6K 啦。然後跟住呢個三角形啦，佢嘅底咧係2，所以呢個係2K。咁同學會問啦，點解呢個係6K，呢個唔係梯形嚟咩？因為呢個梯形我哋可以將好簡單咁間成兩個三角形。咁呢一個三角形啦係2K，咁呢個三角形啦，下面呢個三角形係4K。咁所以2K 加 4K 咧就係6K。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實用技巧嚟，一陣間我哋會用到。我哋再落另外一個技巧。另一個係平行線上呢啲漏斗咁形狀，你要注意呢條平行線唔一定係打橫嘅，咁樣可以打斜兩條平行線。呢啲漏斗形狀，例如果呢度係2:5啦，咁我哋可以立即寫出呢一個面積咧係4K，呢個面積咧係25K。點解咧？因為佢邊長比例係2:5，而平行線上呢啲漏斗嘅三角形咧，兩者一定係 similar，咁所以佢哋邊長比例係2:5啦，佢哋面積比例咧就會係4:25啦。咁同一時間，我哋都應該順手有良好習慣，就係每一條邊咧都掹呢個2:5，呢個都係2:5。一定要留意呢啲2同5咧，唔係真實數字嚟，只係比例，方便我哋計算嘅啫。好啦，我哋再睇第三種嘅常用技巧。第三種技巧就係同高嘅三角形，或者由同一個三角形切出嚟嘅，由頂度切出嚟嘅兩隻三角形，佢哋面積比例啦，就等於佢哋底嘅比例。例如呢個5:2啦。咁佢哋嘅比例啦，面積比例就會 2K 同埋 5K 啦。咁因為佢哋有相同嘅高啦，咁所以佢哋底嘅比例啦 exactly 就係佢哋面積嘅比例啦。咁我哋再睇第四種技巧。第四個技巧就係嗰兩個三角形係有公共角嘅，咁嗰兩隻三角形面積嘅比例咧，實際上就會係等於佢哋夾住隻角嗰兩條邊嘅 product 嘅比例。即係咩意思？例如三角 ABC 啦。ABC 夾住呢隻 common angle 條邊分別係4同埋2啦，咁呢個4、2啦，如8，咁所以我可以當 ABC 面積係8K 啦。咁 ADE 夾住隻角嗰兩條邊分別係6啦，同埋7嘅。嗱，AD 係6，AE 係7啦。咁所以三角形 ADE 嘅面積咧係6、7、42，42K，但我要減翻呢隻細三角形面積，先知道下面嗰部分面積嘅。咁所以下面嗰部分面積咧就係42減8，就係34K。咁點解咧？當然係有原因嘅。等我講講點解。我哋知道咧，細呢隻三角形嘅面積係1/2 AB sin theta 啦。咁大啲呢隻三角形面積就係1/2 CD sin theta。咁我哋將條式寫出嚟，A1 比 A2 為幾多啦？你就會發現 A1 over A2 啦，實際上就係等於 AB over CD。咁因此啦，你就知道啦，其實佢哋嗰兩條邊嘅 product 嘅比例咧，實際上就等於佢哋面積嘅比例。呢個就係第四個會用到嘅技巧。呢個題目係嚟自 DGS 嘅份默卷，我哋試一試利用頭先技巧，睇下點樣可以有效咁解決到呢種問題。咁ABCD 嘅朋友咧，我係第一件事做啲咩啦？第一件事要畫咗佢哋嘅平行線出嚟先。並且 A 比 ED 係5:3，咁記得呢啲唔係真實嘅長度，只係長度嘅比例係5:3咯。咁下面嗰個就應該係8啦。而我哋注意到啦，平行線上面出現咗漏斗，咁出現咗漏斗咧，個良好習慣就係寫埋其他邊嘅比例都係一樣。呢個啦，如果 D 比 E 係3:5咧，FD 比 AB 咧都會係3:5嘅。咁溫數見到呢件事之後啦，我可以基本上可以叻咗呢個面積，可以做 9K 先。點解係 9K 啊？因為邊長比例係3:5 ，similar triangle 嚟講，佢哋面積嘅比例就會係3:2:5:2 9:25，所以我直接叻咗個 9K 先。咁 9K 咧就等於117喺呢度講嘅，咁所以 K 咧就會等於13。咁啊，同一時間你會知道 AUB 呢個三角形面積咧就會係25K 啊嘅面積咧就係 25K 咧即係等於325啦。好啦，然後我哋考慮到第二個漏斗，平行線上面嘅呢個第二個漏斗，即係 AGE 同埋呢一個 GBC， 呢度咧係5:8，咁所以 EG 比 GB 咧都會係5:8。我係考慮呢隻三角形 A、E、B。
咁咧呢度對落嚟，呢度係 G 啦，係5:8。咁我哋可以 let 呢一個三角形嘅面積係5W，呢個係8W。點解？啱講話同一隻三角形喺個頂度切出嚟係同高嘅三角形，佢哋面積嘅比例就等於底嘅比例，因此用咗13個W，就係 AEB 面積啦，等於325，從而知道 W 係25。因此我哋就知道啦，AEG 咧即係5個W，即係125，而 AGB 咧就係、AGB 啦，就會係呢個8個W，即係200啦。咁基本上我哋就做晒，跟住都有幾個方法咧係可以做下答案出嚟。我哋可以睇埋例如其中一個咯，CBG 嘅面積啦。咁點樣揾 CBG 嘅面積咧？可以睇下 BAC。首先咧，我哋漏斗仲有呢一個，俾呢一個比例未用嘅，係5:8。咁所以我哋如果喺呢一度劏一個 G 係啊，AG 比 GC 係5:8，而呢一個 ABG 嘅面積啱我哋計咗係200啦。咁我哋又可以用翻同高三角形嘅比例，就等於底嘅比例，就200除5乘8咧，就揾到320啦，就係 DGC 嘅面積啦。咁但係都未做完嘅，點解話做完咧？其實就真係做完咗，因為平行四邊形咁樣對切啦，對角切落去啦，會切到啦。呢四隻三角形嘅面積係一樣嘅。咁我計到其中兩隻三角形嘅面積加埋咧，係等於200加320，即係520。咁即係話其中一隻三角形，即係呢隻三角形啦，AHD 呢三角形面積咧，就會係520除2，即係260個 cm square。而我已經計咗，即係呢一隻係260，而我已經計咗 AEG 係125啦。咁所以咧，HDEG 咧嘅面積咧就會係260減125，等於135啦。咁就可以用到啱啱技巧去解到呢條問題。咁其實就非常多種嘅方法嘅，而且你實戰操作都唔需要寫晒 step 出嚟，因此咧其實會快上非常多啦。你就會計完呢一題噶啦。我哋再睇另外一題嗱，呢條同樣係嚟自 DG 嘅，但係另外一年嘅模卷嘅題目。咁我見到啦喺呢一個figure 度 trapezium 啦。A、B、C、D 啦，係有 A、D parallel，B、C 我哋都同人哋 mark 低佢先啦，然之後 B、C 比 A、D 係2:1啦，咁見到 trapezium 同2:1啦，其實你可以考慮下，好大機會係會用到 intercept theorem 或者 midpoint theorem 嘅。Me is a point line on CD such that C 比 E-D 啦係3:1，咁呢個係3:1，咁 A、B 係10，咁啊叫緊個 area of trapezium。實際上睇落咧就同頭先學過嘢冇乜關係。我哋冇辦法可以將佢 link up 條頭先學過嘅嘢咧，當然係有嘅。咁我哋考慮 extend AD 啦，同 extend 個 BE 啦。咁咧，你就見到有個漏斗出現咗啦喎。嗱，其中一種做法就係咁，將佢變成一個咁嘅漏斗嘅形狀，去硬解咗佢。但係呢一題咧，你用漏斗嘅做法其實係做得到嘅，不過會複雜啲。我哋試一試另外一個思路，因為漏斗嘅做法你頭先已經做過啦，你試一試另外一個思路去解決佢。嗱，我哋考慮到咧呢啲咁嘅梯形咧，其實都可以將佢補完成為一隻三角形嘅啦。我哋試一試將佢補完咗佢，睇下會係點。咁嘅情況大概就係咁啦。一旦我哋見到啦，呢一度係1:2嘅時候啦，我哋當然知道啦。由於呢兩隻 similar，即係實際上咧，呢度係1:2嘅時候咧，KD 比 KC 咧都係1:2。簡單啲嚟講，就係其實 A 同埋 B 咧都係 midpoint 嘅。咁因此咧，我哋換到 CD 啦，係1+3係4啊，即係個比例係4，唔係真實數字係4啊。咁啦，KD 都應該係4嘅。咁喺呢個時候，我哋就會 observe 得到啦。由於 A 咧係 midpoint of BK 啦，所以其實呢個長度係一樣。咁考慮到 BEK 呢隻三角形，BEK 嘅三角形啦，
所以成日都睇下有冇同高三角形，有冇漏斗嗰啲可以用。咁呢個係 E 啦、E 啦，同埋 K 啦。咁呢度就係 A 啦。咁你發現呢兩個一樣嘅時候，BEA 係十啦，當然 EAK 都會係十啦。咁你會發現 EAK 呢個三角形啦係十嚟啊。咁我哋跨起個 EAK 先啦，呢一隻都係十嚟啊。呢隻係十有啲咩用啊？作用就大啦。如果呢隻係十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見到三角形 BEK 嘅面積啦，就係20啦。咁我哋再考慮下呢隻三角形，將啲嘢打橫嚟睇咧，好睇啲嘅。咁但係呢個 mon 我費事將佢擰嚟擰去啦。呢個係 B，呢個係 C，呢個係 K 啦。咁咪連接咗係 E 呢一點係 E 啦。咁我哋知道 KE 比 E 時咧係5比3，而 BEK 呢個面積係20。咁因此其實你已經搞掂，你就知道哦。BEC 嘅面積就係20除5乘3，啱講過啦，同高三角形嘅面積比例就係底嘅比例，所以呢個就係12啦。咁位同學就會想問啦，咁最後呢一嚿係幾多？咁好簡單啦，AKD 比 AED 啦，就係4比1嘅，即係 total 5份。呢個佔咗4W，呢個佔咗1個 W。底嘅比例啊，今次我唔將佢打橫畫啦，相信大家已經 observe 得到。呢度係1比4，所以佢哋面積比例啦，都係1個 W 比4個 W。咁你 total 係5個 W， 5個 W 等於10咧，W 就等於2。咁你就會做到呢個係2啦，從而你就會做到成個梯形嘅面積啦，就係2加10加12。我相信唔少同學有更加高效同埋高速嘅方法拆解呢啲題目嘅。咁呢個分享最主要嘅就係俾嗰啲對呢啲題目見到就驚，覺得完全冇辦法解到嘅同學啦，一個拆解呢啲題目嘅技巧同埋思路，即係相對地 standard 啲嘅 procedure 去分析呢啲題目點樣做。咁我仲準備咗幾題係都係嚟自呢啲頂尖名校嘅 area and ratio 嘅題目嘅。咁有興趣想做多少少嘅同學啦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咗之後，截圖 send 去 IG Math Freedom 嗰度俾自由上 DM 自由上，自由上睇到之後會盡快將嗰個題目 send 俾你試一試嘅。最後祝福每一位睇完呢條片嘅考生數學五星星，發揮順利，多謝大家。